新北市英国国小有一栋日本式的旧校舍，对1938年保存较大。伫咧2015年的时阵，公告做文化资产，但是这栋旧校舍未堪得咧风台吞大，有一寡厝舍已经吹甲放落来咯。新北市政府也讲，目前正咧评估这抢修的方式。当地里长是希望会当改规划做历史文创园区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 厝顶的厝叶未堪伫风台开米的大风大雨一部分放落来。这栋是新北市英国国小的日本式旧校舍，起伫日本时代1938年，原底是教师宿舍群的一部分，落尾无使用，拆到剩一栋。2015年公告做文化资产，原底着真脆弱的旧厝，搁互即摆风台损害。 对外观看起来都是一寡黑皮落落来啦，内底其实是无受到什么损害。因为我进前去看内底嘛无积水啊，任何的迄款的维修啊，还是讲保护拢爱经过咱文化机关的同意。目前是咱照原来的方式呢，先伫遐咱是甲围起来，禁止人去使用甲去破坏。这栋旧校舍目前所有门窗拢互人封起来，避免有人入去。当地里长认为，文化资产点遮无使用是真拍算。这栋英国国小日本式的旧校舍，就点伫咧英国辉仔老街的附近，会使讲是非常老街的路段。当地里长希望若通变做文创园区，是真好活化文资的选择。咱这个学校吼，甲咱因为拄仔咧老街内底吼，甲咱这个社区，甲咱这个商圈做一个结合，足可惜的啊！伊绝对会愈派愈济啊，尔啦。你若无紧来甲伊整修、甲伊保留吼，会愈派愈济。 针对旧校舍损害，新北市文化局讲会赶紧请文资委员甲相关单位会勘，评估紧急抢修的方法。教育局表示，修复甲再利用计划是等咧规划，估计明年初会完成规划阶段。里长讲，活化旧校舍的诉求为3年前就开始，到达也无啥进度，搁互风台损害，感觉真无奈。记者郭文林玉凯新北报道。